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曾佩玉。希臘有一個哲人，佢叫做希拉克里圖，有一句名言，佢話一個人唔能夠涉足同一條河流兩次，因為每次涉足嘅河水都係唔同嘅。2012年，我確診第二次乳癌，喺又見安慰呢一本書嘅裏邊，我有一番咁樣嘅説話，我話當從未經歷過呢條路，的確呢一條路係新嘅，以前係舊嘅，我未行過呢條路，唔好將舊有嘅恐懼帶入呢次嘅經歷嘅裏邊，或者這路不太難，或者這路滿恩典，又見安慰。由我再次確診乳癌開始，我從懷疑寫到我完成成個治療，由第一次嘅第一年嘅復原之路，我寫到第10年嘅復原之路。呢10年裏邊，呢本書寫咗10萬字，裏邊有60幾篇生活嘅小品，係寫喺抗癌嘅歷程當中遇到嘅人同埋事。治療嘅日程係好刻板㗎，每日都係去醫院啦，跟住返屋企休息。不過咧，每日嘅故事咧，好似追連續劇一樣喎，每一日咧都有新嘅題材。10年復原之路，除咗每年要復診啦，仲有我係做返傳道人啦，我仲要咧照顧我腦退化嘅媽媽。咁另外咧，我亦都係有去進修神學，去追我嘅夢啊！因為咧，我好想寫有關於生死嘅一啲嘅題材。我經歷過夢碎，好沮喪，但係我亦都經歷到靠咗主嘅恩典，我可以堅持到底嘅呢一份完成任務嘅嗰份滿足。10年嘅裏邊，我可以用2句説話去形容當中嘅心情：高山低谷、焦慮沮喪，靠主經過10年，人事幾翻身，主恩依然暖。又見安慰係我第2次確診乳癌當中嘅治療，同埋之後10年之間嘅歷程故事，喺呢度誠意咁樣係呈獻俾大家。